这名37岁的韩小姐，因为当年有体重过重的问题，加上伫有第二胎的时，更加被诊断出有妊娠糖尿病，一直到生产过后，转为第2型的糖尿病，体重一路飙升到104公斤。后来透过亲情的推荐，找上安南病院做减重代谢的手术。早上量血糖的时候也都血糖值都还蛮高的，然后体重就一直往上飙。再即使我做了168断食，我在运动，我的体重都没有特别往下降。那因为刚刚好我阿姨也是因为糖尿的问题，然后她必须打胰岛素。那因为她觉得她有年纪，不想让胰岛素控制她的老年生活，所以她就找到了黄院长，然后请黄院长帮她开刀。然后后面呢，她就是之后她就是糖尿都控制得非常好，不用打胰岛素。然后所以我就请我阿姨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就赶快来找黄院长，请他来帮忙我这样子。虽然韩小姐伫进前的心灵健检拢无被发现有胀气异味，一直到要做所谓矿场的减重手术，才发现伊的鼻、胃甲12指肠是甲一般的人倒病的位置，因此更加造成手术上的困难。韩小姐是个内脏异位侧肌症的病人哦，简单的说就是她的肚子的内脏是跟别人相反的哈，所以她的脾胃跟十二指肠都是相反方向。那她这一次做的手术叫缩胃矿肠手术，也是一个标准的减重手术。那她手术因为胃跟脾跟别人方向不同，所以对于我们手术的医生是比较大一个挑战，因为它就刚好相反。所以原来我们习惯的右手做手术。腹腔镜手术的方式就全部要反过来做，所以本来我站在病人的右手边做手术，他的状况我们就要站在病人左手边做手术。本来用右手去做执行的一些动作，就用左手去做执行动作，这是他比较特殊的状况。那这种病人其实在手术前就要做好准备，然后就是因为他手术前我们就已经。从超音波跟 X 光上面就知道它其实有内脏异位的现象，所以在手术前我们就请团队做好准备，然后手术中大概比正常的病人没有内脏异位的病人，大概手术多了1个小时的时间。不过他手术后恢复还是相当不错，体重的下降非常好。透过安南病院国际代谢形态中心，伫手术前的准备甲团队的合作，完成全球罕见的脏器异位缩胃矿肠的手术。虽然脏器异位侧肌症发生率大约是20000分之1，伫世界纪录做过减重的无到5例。离脏器异位侧肌症做所谓矿肠，有可能是头一例。因此，病院嘛伫今年初向着国际肥胖外科的期刊来投稿，并且伫3月8号得到及时的刊登，向世界分享台湾减重手术的技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